买迄个电脑，但是咧吼，迄甲即个Apple 的电脑吼，另外的电脑是无共系统的啦，所以吼真侪物件拢无相像吼，袂当甲即边的软体摕来即边用，所以若是用 Apple 的电脑，就无法度用台语输入法，真无方便啦，吼所以咧吼，即届经过真久的研发，搁台语界种优质，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真无简单啦。伫即个艰苦的环境之下，总算是做一套3.0，信望爱台语客语输入法，这是真难得的代志，就是即个有输入法了后，咱就会当大家来使用，大家来甲台语文来推广，我想啦，因为即马规个台湾大环境对台语文，我想是无介，就是中央的大环境对台语文是无讲像以前较优先啦，所以资源相对来讲就较少，伫资源较少的情形，咱就是为着要保存即个语言，咱就是民间爱家己拍拼，所以呢即个信望来台语客语输入法3.0，是即个大家民间咧拍拼的过程当中一个真重要的工具啦，咱念伊说落来，咱是毋是先请迄个中你要讲的嘛？林主任来，伊嘛是台湾笔会的理事长，来甲咱讲一句话，大家高早迄个信函会长甲林长老，今日真欢喜来参加信望的台语客语输入法3.0的即个发表会欢喜就是因为讲敢若咱台语台语的即个推行，台语文运动的推行敢若即个信望爱台语客语输入法共款，一直进步，对1.5、1.0、1.5。哦，对，轻松，介轻松介轻松直直轻松过来轻松到拄仔讲的3.0上重要头拄仔即个何老师捌讲过讲即个上重要的进步就是讲即个 Windows 甲即个 Apple 会当合一啦，所以台语踮咧即个空中网络中会当自由行，甚至进入去咱的生活中，逐个人即摆拢咧低头族安尼，害济，拢会当通，这是真重要的。咱讲一个语文要踮咧现代社会，尤其21世纪的社会，要会当存在，要会当保存，这嘛是咱迄个长期以来咱讲800年代开始的即个台语文运动咧推行的目标，就是讲即个母语爱保存，语言爱保存，上重要的一个所在，就是爱伫迄网络internet 内底会当去传去赢。即个物件比伫个咱的即个体制内即个教育抑佫较重要。咱即个推行的即步数已经踮咧社会上要来进入去体制上来你去推广若照目前来看，咱社会上咱推动的力量是比学校体制较好无要紧体制内即个台语文的推动有小可退步，譬如讲阮中山理学大学的即个台语系要停招啊！停招就是讲102年开始，今年102年即个9月还佫有学生，但是佫在4年以后，即个台语系就渐渐消失，全无去就是代表讲咱即个台语文的运动本来是想讲踮咧利用体制内的即个资源，会当过来发展，会当传教较侪学生、较侪大学生，培养较侪师资，会当去推广。但是即步可能无法度，无要紧，即马踮咧社会上，咱嘛会当继续咱的这步数。时机若到，可能咱会当搁再转去咱的即个学院内底来去做。这讲起来是话头长，我今年嘛佫接任即个台文笔会的即个理事长我一直咧想讲，到底台文笔会甲我即个20年推广台语文运动即个工作是要安怎结合？本来阮这台文笔会
敢若是一个 club 啦尔，就是讲哇，啊，就要台湾作家，要做作家，啊，就有一个 club， 大家来集会，这软性的这个会，软性的这个团体啦尔。但是，看到今仔日安尼，咱台语文的这个推动有淡薄仔受到阻碍，啊，我就想着讲，咱是毋是会当甲台文笔会这个台语文作家的这个 club 吼，甲伊搁再加强加强伊的这个历史任务，还甲伊加强一个运动性。啊，要运动性，就要有一个运动的目标。这个运动的目标，想一项，就是讲吼，咱长久以来要希望台语文吼，会当透过立法的方式，譬如讲语言平等法这个方式吼，来变成官方体制公认的这个法定性的语言。啊，但是咱即摆一直无做这项代志，做无成。所以我咧想讲，是毋是咱即个台文作家即个组织的即个团体吼，爱来家己设立一个目标。迄个目标就是讲吼，台语文吼要甲国语化，要国语化。啊，国语化就是想讲，即个台湾文学史，咱来读台湾文学史来讲，即个对19世纪末一直到即仔。咱台湾文学的发展是对北京语对日本语的这个国语化，一直到建立北京语的国语化。啊，咱是毋是咱搁再进一步？那咱这个母语台语的国语化，安尼生咱的这个文学，咱这个文化以及咱这个语言会当搁再。较变成咱所有台湾人的一个认同的这个目标，啊，这对咱的台语，对咱的语言、文化、文学，甚至咱规个台湾的这个国家认同会搁再加强。啊，要做这个工作，这项工具一定要做。啊，做了袂歹吼，咱即话台语也有，啊客语也有，透过这个真好的工具，会当培养，也是吸引较侪即个人来写台语，来做台文作家，啊来做流入较侪即个经典的即个文学作品，安尼生语言透过文学作品会当较有生命安尼流传落来。啊，今仔日真欢喜，踮咧即个所在，甲各位报告我个人的即个心想法吼心声啊，希望会当真做，大家继续行台语文即条路一种动力啊！多谢各位，多谢。今日来甲大家分享，即马即个科技的时代吼，电脑的时代。啊，你若一个语言嘛无电脑的书写法，我伫想要画起来无要紧哦，拄则迄个主任有讲哦，啊，所以我一直伫努力这方面啦吼，拄则讲为轻松改轻松这个书写法，一直到今仔日有咱即个咱家己的即个书写法啦吼，啊，即个是足侪人的团队，即个团队啦吼，拄则讲足侪人努力吼，啊，肖老师是即个书库方面吼。叫大家看，肖老师，啊，过来你试用的方面，伊也这是真是伊厝，我迄天去找伊，我买3台电脑去试啦吼。啊，即摆嘛拢后部的电脑吼，为着咱即个需要，你嘛无试，啊，写对毋对，咱毋知影。啊，所以即个伫试用，我伫网络面顶一直讲拜托大家试用吼。啊，所以讲，到有今仔日。哦，啊，有即个成绩哦，真感谢大家嘿。啊，搁来陈碧中教授啦吼，伊是即个软体方面的记者拢伊啦吼。啊，我是顶讲即个新闻来下载出来负责人吼，啊，开发这个工具。啊，即个咱为3年前吼，我即个新闻阁内底小有写吼，3年前都2.0，其实1.0开始啦，一直升到2.0吼。啊，迄个输入法就针对敢若是 Windows 会使用尔，吼啊。即个台湾，尤其世界性啊，世界级的 Apple 直直强起来，吼阿婆吼愈来愈用吼，啊所以足侪人伫用，啊需求的人足侪吼，啊像讲我即摆这肖老师嘛拢有啦吼，啊 Apple 伊有伊的好处啦，
啊嘛有伊的一寡 Word 方面较歹处理，但是你两个合起来时，就安尼足好用吼。啊，即个3.0主要无共的所在，就是讲伊伫即个软体一直伫开发伫改进嘛吼，一直伫 update 嘛。啊，所以以前的 update 拢毋知影啥，啊，所以你即摆你开机装了你开机若有新的版本，伊自动会入来互你装啦。啊，你甲试落装落了后，规个只 override 就是种覆盖过，袂影响你本来的。吼，啊，所以你尤其自定出库，你拢袂甲你影响。吼，啊，搁一个就是讲客语的迄个输入法，以前因为因足少人用，啊，所以阮只好就讲你着照台语的迄个声调的顺序，吼，伊的第一声是咱的第5声嘛，吼，伊的头壳咱装袂过啦，吼，啊，我有了解，吼，我讲趁即马要升级，要做 Apple 的时阵，顺续甲原来的升级。所以你客语只要要拍，拢会照大家的客语的教的方法，吼，啊，台语就照本来安尼，吼，啊，迄个讲一个这个吼，迄个这请少啊，搁一个就是讲迄个书库的整理，因为以前的版本书库的足济啊烂纸来吼，啊，一支啊乱啦吼。啊，即摆就是有以前的要整理的足困难的，啊，即摆趁即个机会，甲创一个较简单的。大家若感觉讲你拍无的字，还是你感觉讲面顶敢若毋对，麻烦你甲阮通知，啊，我就去甲整理。啊，久久啊，就会公布一个新的版本，迄就是新的书库。啊，大家愈拍愈顺啦，吼。啊，搁改一个上大的改一部分，就是讲以前拍汉字会当。3字以上的时阵，会当用第一个手码来拍，就讲台中市，你甲讲 TTC 台中市哦，拍3字台中市就出来，哦。啊，即马罗马字嘛是会使，即马真侪人足爱拍干那罗马字尔嘛吼，所以你共款罗马字拍 TTC， 共款台中市后壁就出来安尼啦，哦。这就是讲要增加即个速度，因为咱即马时代是伫速度是赢人，哦。啊，所以无偌久，迄个成功大学英文教师会办一个即个书字法的迄个比赛，咱遮嘛会使办啦吼。啊，向波挑战，吼，伊绝对无可能比咱紧，所以你记者你看的时，你若自定出库，是阮教会内底定来讲主的祈祷文、主祷文，我拍3字啦，主祷文就拢出来。吼，啊，恁兜的地址毋免一字做拍，恁兜人地址就讲创一个大号地址，哦，T 字地址也是啥？啊，地址你就出来，毋免一字你拍吼。这就是讲，我伫即个中间吼，啊，大家互相安尼研究吼，啊有即个物件出来吼，啊希望大家好好来用啦吼。啊，你做了了后，我会正式的迄个测试，可能恁嘛过来要知影这个物件啦吼。我需要先试一下吼。啊，汉字拢会知吼。啊，过来有啥物？啊，即个书库内底，咱到乡镇为止吼，拢有啦。哦，就讲即马是，恁遐是哪？田中。田中镇。你是田中啊？田中。有名田中。啊，所以了后就遮个大分界啦，拢利用即个Microsoft 本身教学叫 IMD 的甲指定书库，啊，家己用来当拍。啊，但是伊限制足济足歹用的就对啦。啊，科技伫发展，电脑伫发展的时候，我就感觉讲需要发展咱家己直接会当装的，啊，装入去就是甲英语、甲日文遮拢并排，吼，并遮进去的，啊，要操作要啥拢足方便啦。啊，你做吼？这即马升级到3.0啦，啊，规2.0跟3.0上面差别。OK，这上大的差别就是即个，即马拢会当版本换新了，电脑你若开机，网络自动会甲你讲有新的版本。吼，啊，过来就是讲即个客语，吼，阮这台语客语拢会使用嘛。客语因本来因的声调，甲台语的声调顺序无共，吼，就讲因的第一声是咱的台语第5声，啊，即马趁即个机会，规个改做因所教的迄个声调的顺序，啊，因要拍就直接好拍。那咱即个说明讲，当初为什么要发明即个台语的迄个输入法 ？OK， 因为即个台语的语音发音声，甲波波摸摸无共。以前大家拢靠波波摸摸来拍汉字嘛，吼。啊，其实是讲我
吼，啊有我，啊就得等甲有早啦吼。啊，台语文界的人感觉像讲，尤其我个人，我感觉讲，我头壳想啥，喙想要讲啥，啊你就拍啥，吼啊，所以就因为有即个罗马字，吼教会有即个罗马字系统已经制成的嘛吼，啊，到2006年到正式做教育部长的时阵，嘛有整合做一个叫做台湾罗马字音方案，即摆的小学生你教拢教这，啊教咱即摆，我做阮即个系统两种拢会使用。哦，用台罗用别的罗马字拢会使用。啊，所以是毋是罗马字就是甲一般注音的无共，就是罗马字就是讲你想的啥你就安唱。因为罗马字就是将你所有的音素拢甲你有迄个字出来，哦，国际的发音的迄个乱斗，哦，即马有阮系统用乱，就用字去斗，阮会较无。这是经过以前迄个传教士因就经过语言学家。啊，到后来台湾发展的语言学家共同类，杜正成部长一家的语言学家来研究这套，感觉讲上好用。所以对传教士来讲，来台湾传教士是真方便的对，这目前嘛是真方便，外国人过来学台语较方便嘞。啊，咱讲就是伊就免读迄官方对，就直接对迄服来。这就是国际音标啊，啊所以因拢会晓啊，外国人要来学拢比较简单的。这书课方面是这位是上个啊，那个你几岁？我说明我。所以这个电脑的部分哦，我已经用差不多10多年，要到20年去啊吼。啊，过去用的部分啊，一直改进，一直改迄数字，我一直改进，到即摆这回这个，我感觉讲上好用。啊，为着要测试，所以我有3台电脑 ，Office 32位元 ，Office 64位元，啊，搁有一个苹果的。啊，我因开发出来初版叫互我试用，啊，我3台都去甲试看卖，感觉实在即个效果就是甲拄则你林长老所讲的安尼哦，非常好用安尼。安尼讲好用咩？好用就是讲，即个内底就是讲你头壳想的就是台语，亲像讲我就用我有啊我毋是用波的我哦。波内底无歌，我是用 GOA 我第一声拍来我，哦啊台湾倒爱台湾TAIOAN， 啊台湾汉语就台湾汉语就出来，啊后壁较苦内底有罗马字，有罗马字，啊你听我选头前汉语，还是你要选后壁罗马字，拢非常方便安尼。啊你若甲讲我是台湾人，迄个台湾人的时阵。更较简单，你若要照讲，应该是 TAI 台 OAN 完 LANG 人，你安尼拍嘛是台湾人，后壁罗马是台湾人，但是听我再更较紧，你甲这个台的 T 完的 O， 啊甲人的 LTOL 3字拍咧，台湾人就出来。过内底有一个自定书库，非常方便，就是讲伊类型的书库内底若嘛也无收集的，啊，你家己足需要用的，你听我家己自定书库放，啊，按照伊内底输入的方式来输入，了后你就非常好用。比如讲，阮兜的主旨，时常有当时我爱拍阮兜的主旨，啊，我来甲写一个主旨，啊，就主旨一关就走出来。啊，是讲我有咧读心经，吼，啊有当时啊出去甲朋友互相咧研究，啊我就把心 SIMKENG 心经拍咧，规关心经260几字，完全拢出来，含标点符号拢会使。Apple 内底听我算3000字的文章，但是迄个 Office 内底是。大128字的汉语安尼尔，啊，所以非常好用。啊，即个内底迄个功能也佫有较好，就是讲内建的书库，伊着听我随时增加。啊，即摆当然我无法度哪增加内建的书库，我会咧收集了，我提供互陈碧强教授，伊着听我10只书库加入。其他用者若知影即个经营的时阵，所有用者用的时阵，发现讲内建书库无的时阵。记录起来，10外字，10外词，20外词，就叫陈碧强教授，伊
伊就一直留时间一直整理，啊随时会甲你通知。你若电脑拍开，伊会甲你通知，新的物件入来啊，你甲点咧，马上 OK。哦，我是感觉非常好用安尼吼。我补充一下哦，这样听选者，你这个加空手路就会跳去第一个啊，这个台嘛吼，吼，啊我这选1，还是要选这空白键，选了，过一遍。